大家好，歡迎嚟到 Omega Talk， 我係羅少麟牧師。今日同大家去分享視線點樣影響我哋對宣教工作嘅理解。我嘅體會係，其實香港好多教會都好正面，好樂意嚟到去推廣，好樂意去認識神嘅宣教，宣教對教會嘅關係，好樂意讓到信徒去認識。又或者係短期宣教活動去到工場嚟到去睇一睇，係咪就係足夠嚟到去回應宣教嘅使命呢？個答案係唔足夠嘅，因為當我哋個焦點係從教會自身嚟到出發嘅時候，我哋有好多嘅不足同埋好多嘅限制。好多教會去思考能唔能夠去差派宣教士呢？宣教同教會個關係係點樣嘅時候，教會好多時就會望：咦，我夠唔夠資源呢？現階段我哋教會嘅發展係咪適合去發展普世宣教嘅差派嘅工作呢？又或者會話，因為我哋教會嘅弟兄姊妹係唔係 ready 呢？其實呢一個係個視線嘅問題。當我哋去聚焦喺自己本身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會發現，我哋都不過係人，我哋都有好多嘅限制。所以當教會係從自身資源、能力、經驗去出發嘅時候，我哋從來都好難踏出第一步，去投身參與普世跨文化嘅宣教工作。但如果當我哋個眼光嚟到去望遠一啲，去到未得之民，因為我哋會發現我哋擁有嘅係遠比未得之民裏邊嘅教會或者信徒群體多好多㗎。喺呢個世界裏邊仲有好多嘅民族，我哋叫做福音未及之民，佢哋本身嘅信徒人口係完全唔足夠資源咧嚟到福音遍傳佢哋自己地方，更莫說係佢哋去發展宣教工作。所以，當我哋去望遠一啲，望到未得之民嘅需要嘅時候，我哋會更加清楚。其實我哋更加需要向上望，向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嚟到去望。宣教係上帝俾我哋嘅差派，而耶穌基督俾我哋有一個好重要嘅應許，佢係帶住天上地下所有嘅權柄，常與我哋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當我哋去環顧聖經嘅時候，你會發現上帝俾到教會或者上帝俾到聖經裏邊嘅人物嘅差事，從來都係困難嘅。但係上帝嘅能力係遠超過呢一啲，所以耶穌基督係喺佢升天之前叫門徒就唔好離開耶路撒冷住，要等待聖靈嘅降臨。原來當門徒佢係被聖靈充滿嘅時候，教會就喺當代明明就係好少人啦，好少嘅資源啦，喺一個有逼迫極度艱難嘅環境嘅裏邊，教會能夠茁壯成長，傳到去撒瑪利亞、猶太全地，甚至乎直到當時嘅地極。再環向今天我哋嘅教會嘅時候，我哋需要嘅就係擴張我哋嘅視界。從來我哋都係弱小嘅，但我哋要去望嘅係上帝嘅資源，我哋要望嘅係未得之民，上帝嘅救恩好想去臨到佢哋。願意我哋嘅教會，我哋一同嘅嚟到去尋求上帝，依靠從上而嚟嘅資源，去回應實踐從神而嚟嘅使命。